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号 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加扣税金的部分，政府确定会发予民众1人6000块，上紧2月底汇到口座。不过，即摆也出现诈骗集团要骗民众的雇主。连续2天，国内本土病例拢超过3万例。指挥官王必胜也讲，若准无变种病毒，这1年大概是爱注2剂疫苗。瑞士外交部的旅游提醒讲，台湾驾驶有攻击行为，交通部也讲，科技执法伫路口，这塞车的人一定爱让过路人。伫咧去年加扣税金的部分，政府确定会发予民众1人6000块。行政院的发言人罗秉成伫7月表示，过年真正是袂付发予民众，是因为行政作业官袂付。另外，这6000块也当咧思考讲，是要线顶申请才去汇予民众，或者是会当去 ATM 领邮局柜台领现金。若准民众上网络写资料，上紧伫2月底，这6000块就汇到民众的口子啊。行政长苏贞昌初时决定1400亿的刑税予民众破发现金6000，除了法院依据的制定，行政系统建立也同时配合，若确定用这方案系统规划按算1个月应建立完成。民众透过线顶写口字，目前咧思考透过线顶申请了直接汇钱入去，还是用 ATM 领钱，甲邮局临柜领现金这做法，上紧伫2月底就会看到现金汇入去。如果是用一个特别条例的方式送立法院审议的话，那立法院审议通过之后，也要提出特别预算，在行政作业上年前要来发放，在时间上面是比较紧迫，应该是来不及的啊，所以院长才会讲说期待在开春能够给大家一个祝福。另外，政院阁决定投资45亿，加发1年弱势生活补助，为今年1月开始加收1块，每人每月750块，中加11块，每人每月500块。今年第1个月补助伫春节进前就会钱汇入去，会有60万户受惠。我们这次的45亿是用特别统筹分配款，那因为我们如果要用特别预算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在1月就可以照顾到经济弱势的民众。那明天财政部就可以把钱都可以拨到各县市去了。每人发6000，毋是大家拢喜去。台北市机关、苗圃甲前机关英文嘅农营表态旧领也有伫规讲，领会做攻击。我会领去那主审会也是家务中心关系，因为我感觉你若无领的时阵，嘛是搁回转去库内面啊。行政议会下礼拜要通过特别条例，函请立法院审议，予民众赶紧摕到开春现金红包。罗秉成表示，政府直接发现金的经验，亲像疫情纾困，都是直接汇入民众户头。各项规划甲系统建立咧跨部会合作，初步规划破坏现金无败付，甚至达到国际因素爱去评估。记者综合报道。要提醒观众朋友，千万唔通看到钱目睭金。虽然政府即摆要发6000块，不过也未开始发哦。最近也准收到这简讯，叫你爱填资料，这拢是诈骗。行政院也强调，这政府是袂透过简讯来通知民众。目前 NCC 甲警方也拢有伫咧防止诈骗的假消息。另外，警政署长黄明昭也认为，民众分辨诈骗的能力也爱对你提升。手机出现通知，投资简讯过来啊！家己如何买股报明白，互你知。一天收到几啊摆，高几率是诈骗，毋过即马也阁出现。中央遮多定调专门发6000多人被简讯通知连结领现金，敢讲政策已经提前上路咧。诈骗集团真的就蠢蠢欲动确实已经有掌握到相关的情资，诈骗集团用简讯连结的方式要来骗民众。不会现在用简讯的方式通知国人领6000元。诈骗集团超前部署，对时事各档歪脑筋，刑税予民众申请前，也予诈骗找上门。行政强调别用简讯通知领钱，不过打击这种恶意简讯爱为罐头做起。我们会要求业者必须要做双证的查核，知道谁发了这个简讯。第二个，我们也要求业者要做关键字的查核。如果有民众报案的时候，我们也会去阻断这一些发送的号码，避免其他民众再接获这类的诈骗内容。
那酷儿感性165反诈专线对长会来阻止 NCC 是多多电信业者设定诈骗关键字，亲像骗股、领钱等，伫信息发送进前对太监提前查落来，敢若是去年查落来感性到3704万个，比去年同期增加148%。人头问号停止甲长会也超过5400个，不过也难免会闹到去。接到这个不明的简讯，你千万不要去点击这个网址。事实上，如果民众有这个尝试，就不会被骗。网易感性是一直在改变，常常话套路佮出发，警方也呼吁民众自身也要更加注意，提悬辨识诈骗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31078个本土病例，即带病入境的有436个，其中有一半是对中国来的。指挥中心也公布，中国入境旅客第二批采检阳性几率是17.9%。指挥官王必胜表示，上紧明仔载会公布头一批病毒定数。目前上界烦恼的就是更较强的变种病毒入侵台湾。若安尼生，咱的民众敢需要一直注疫苗呢？王必胜是讲，若准无新的变种病毒出现，民众一年只能当就好。本土疫情连续2天3万外例，初5拜四新增加31078例本土病例，中重症有168例，死亡有45例。另外，因应中国疫情变较严重，咱国针对中国入境旅客进行喙瘾 PCR 采验，第二批采验结果也公布，阳性率是17.9%，要做病毒定数。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是讲，国际上界烦恼的毋是已经知影的 BQ.1、XBB 这个病毒株，是毋知影的威胁性更强的新变种病毒。它如果传染力很高，而且很容易造成重复感染，也就是它免疫逃脱很厉害，那它不但传染力强，而且很容易造成重复感染，那可能会再造成大规模感染。所以这2点是我所谓的这个具有威胁性的病毒。针对疫苗采购计划，王必胜讲，原则上会以 mRNA 疫苗为主，佮搭配 Novavax 次蛋白疫苗，提供予想要做副作用较细的民众来做。无新的变种病毒出现，未来民众可能1年需要做2剂新冠疫苗。我们打完疫苗之后，它的这个保护力可能在3到6个月，它就会衰减，衰减到一个程度。所以看起来应该是1年要打2剂。另外，最近长照机构确诊率升悬，指挥中心宣布，为后礼拜1初9开始，调整大宿舍长照机构公费快筛措施，开放居民每礼拜2次体检，也甲工作人员每礼拜1次体检。若是春节伫要到啊，指挥中心提醒民众，必须要准备适量的防疫物资，像讲喙暗、家用快筛剂，以免连假又叫休困买无相关的物品。记者综合报道。未来做兵役务役爱做到1年，这做兵薪水会当来到26000外，实际领到的差不多是2万通左右。国防部今表示呢，这新兵薪水11130块，爱经过新训8礼拜，通过结训了后，再当过来领到11190块的专种加级。另外，这义务役也有机会操作到这标枪飞弹，也有4礼拜训练，而且也结合年度的实弹射击演练。义务役开放1年一期，国防部只剩1年准备，明年就要进入这摆兵役改革，调悬役男薪水1个月26307块，是领20310块，不过爱结婚才领2万。新兵1个训练8礼拜期间，月薪就是1万块。他入伍集训之后，他取得了一个专长的证书，他变成说可以领那个专业加级是10190元，所以是他结训拿到证书合格证书下部队之后，他所领的才是20320元，这是有阶段性的一个领跟条件性的一个发给的方式。每年同时有4个月军事训练役，1年义务役拢要政府会用共役期，伫共济营级避免相处问题。1年义务役主要以陆军守备部队为主，有部分役男会进至作战部队分配到陆海空3军。营舍报告问题，目前国军营舍应提供25万外人使用。那役男分发到外岛偏远地区，共款有薪水加级，不过金额比志愿役较低。另外，6日实践化射击训练，各导致部队演训，操作标枪飞弹、气枪飞弹。不过外界这期只有1年役期，无法度培养合格标枪飞弹兵。那标枪飞弹概率要实施4周的训练。那同样的，他的部队里面会持续用模拟器的方式来增加他的一个训练的强度。那最后
要做实弹射击的话，我们会结合年度的武器射击的流程来做一个射击的训练。传统数指出，这是过高阶专种训练的义务役，退伍了后会照军种部队需求分配到适当部队接受调调。有学者建议，应选优秀义务役去美国受训提升战力，传统数回应会直接参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湾的交通状况，真正变作是国际笑话啊！这瑞士外交部的官方网站出现台湾旅游提醒，讲台湾的驾驶有攻击行为，来形容台湾人赛车坏爸爸。面对这款的讲法，交通部表示，针对路口无让过路人的驾驶行为，伫去年底已经启动全台湾64位的科技执法，未来也会看进行增加，另外也会继续来宣导。这个月初3，宜兰东山乡发生一件山石车，好亲像弄人顶了后，不管八条线顶悬有行路的人，直接甲交过。顶个月27，台中丰原客运驾驶弄到八条线顶悬行路的人，夺走妈妈甲红衣2条人命。民意代表讲，台湾交通状况，若互 CNN 形容是地价顶级，搁互瑞士外交部官网注记台湾驾驶有攻击性，有造成重大事故风险。你可能要很专注的在过马路。不能就是一晃神，可能就有可能会被旁边的车撞。一般车开得比较快，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要过马路或者是什么时候，自己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徛伫路口看，确实有车辆强伫行路人面头前开过8条线。交通部道安徽回应，除了修法提高无礼让行人最高罚6000，也会看部会来体验路口设计。另外，目前已经有64位路口有些科技执法，由警政单位直接稽发。执法的部分目前也在跟警政署这边有一些合作，科技执法的方式来取缔路口上面不停让行人这些车辆。有警察在场的时候，通常就比较守交通规则，因为我们台湾经常看到的状况就是交通是又急又乱，甚至有时候不急也乱。学者分析，透过警方执法，渴望短期导正用路人的行为，到尾也是爱靠用路人互相有同理心，搭配地方政府优化交通号志连线，让交通更加顺畅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二早起7点多，有警察驶巡逻车经过新北市邦桥，去互民众翕到讲，这车驶了真紧，而且佫无免让这囡仔先过岔路。画面也去互民众抛上网络，引起众人批评。邦桥的海山分局表示讲，已经甲赛车的警察记一届新界，上济罚到3600，也加强警察的教育训练。警车穿过巷仔路口无青红灯，小看大东啊主干道无车，直接转弯就通过。两个细汉囡仔伫边仔滴滴，唔敢穿过斑马线。小朋友上课不能让他们先走啊。少数就是有一些年轻人哦，像这条巷子，有的骑机车很快，那倒是有。如果这样子过去，这样子应该都会礼让啊。车无让路人，附近店头讲是少数，暗过公务车抢通过，这行为被铺上网，已经引起批评。代志发生伫新北市邦桥汉城东路甲长安街的巷仔口，警方表示，顶礼拜二早起7点外，驾驶员警无用出勤，暗过无让路人，确实有疏失，已经处罚。核予驾驶同仁申诫1次处分。那另外针对本案，本分局将持续加强教育训练。不止比起新界一摆，驾驶员警也违反道交条例，最近确实依法被开单，上悬应罚3000元。只是台湾交通进程都被 CNN 点名，亲像人工练工。这摆就连警察也无守法，国内交通问题想要转好，恐惊还有一段路要行。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政府市长选举贿选的风波，市长区里里副市长林志典等6名议员获胜交保了后，前民进党的中执委郭在钦伫初时暗时在1点多去向收押禁见，去向指控暗中伫咧联络议员的杨志强是无报请回。面对正副市长牵涉到贿选，真拿赢民代就建议市长黄伟哲应该学迄当年的赖清德市长，拒绝入去市议会，展现改革决心。那个都当选的台南市议员林依婷服务处人无伫的，伊的爸爸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树杰是写入议长贿选案，即嘛还未告案。那个依婷有在办公室吗？
一起去会刊。除了林书杰检方申请羁押的前民进党中执委郭在钦和依山国际开发公司的总裁杨志强，经过30多点钟的侦讯了后，郭在钦因为林书杰无到暗时互裁定收押禁见，杨志强是第一初时半暝法院裁定请回，当庭放人，伊并且无特别支持上做议长，方找出关键800万是要买地时阵谈判的。很多议员跟我都有熟啦，可能他们交互中间联系的电话中间有提到我还是怎么样，提到什么事，我是来帮忙厘清了。审判检察官将会补强证据后，尽快提起抗告。检方会对杨志强的无保请回裁定提出公告。杨志强的后生下晡是代替伊回应讲尊重司法，检调怀疑郭在钦疑似操盘主导议长选举，而且透过杨志强、林书杰联络议员，除了呼吁关键人物林书杰较紧来投案，嘛已经签股票。皇亲国戚犯法都没有特权了，何况是如果说有人牵涉到案件，那法院要做这样子强制的作为，我们予以尊重。市长黄伟哲就强调，任何人拢无特权，但是政府议长拢涉入贿选的风波，和拿亚的民代是建议黄伟哲应该学赖清德做市长的时阵的态度，拒绝入去市议会表达改革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这则新闻，讲到中国疫情当日严重，不过因官方所公布，伫初三只有新增加5个死亡个案。世界卫生组织就批评讲，中国伫咧暗砍疫情。欧盟初时表示讲，强烈建议欧盟的新冠国要求对中国来的旅客伫无人机起飞前48点钟内进行体检，若准是阴性才会当入境。北京的病院外口，救护车烧煞载发烧的患者来，病院工作人员冲出来要阻挡，无要互人翕。不二个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初三敢若新增加5个新冠死亡的案例尔。世界卫生组织个咧要求讲，中国伫认定死亡的标准有问题，还佫批评讲这个定义伤过下。We know there are difficulties in all countries very often in recording hospital-related admissions and use of ICU facilities. But again, we believe that the current numbers being published from China underrepresent the true impact of the disease in terms of hospital admissions, in terms of ICU admissions, and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deaths. 这是 WHO 的官员对中国最近处理疫情的方式做出上明确的批评。中国的疫情煞咧炭，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讲，上海的染疫率有可能达到70%。病院甲火葬场拢已经要记载袂调，而且因为这个农历的过年都要到啊，春运的引爆农村还佫有城镇的疫情。这波的染疫官方统计出现伫1月的中下旬，就惊讲这个疫情佫再摊开。欧盟伫初是一场危机应变会议，以压倒性的多数决议，强烈鼓励欧盟的成员国，若是对中国来的旅客伫起飞进前48小时内就要做体检，而且结果要是阴性的。同时嘛建议讲，来回中国的航班的人拢爱挂喙安。That's about ensuring we have our own immunity levels as high as they can be. And then we also propose a discussion on the need for pre-testing of passengers from China prior to departure. And this is something which we saw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ountries are in favor of. À compter du 5 janvier, c'est-à-dire de demain, la présentation d'un test Covid négatif datant de moins de 48 heures sera obligatoire pour tout voyageur revenant de Chine ou ayant transité par la Chine. 事实上，欧盟成员国的法国、西班牙还有意大利已经大声针对中国人入境的旅客爱做体检。德国还佫咧观摩，也若讲欧盟以外的英国，就规定讲从初5开始，对中国来的航班，伫咧这个起飞进前拢爱做检测。也若美国总统拜登是表示讲，中国因无要来提供相关的资讯，安尼对全球的疫情是一个隐忧。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伫初时嘛宣布讲，从初8开始，对飞到机场的中国籍的旅客要做 PCR， 也是讲抗原定量检测。中国直飞日本的航班的入境者，嘛要提出48小时内 PCR 的阴性证明，同时嘛煞咧来限制来回中日航班的数量。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
中国伫这个月初8会开放中国旅客出境，却因为中国疫情当咧严重，真侪国家开始要针对中国来旅客实行严格管制。南韩初三就一名中国游客落婚日了后体检确诊，去放送去防疫旅馆，想袂到伫半中途竟然逃走出去，去互南韩的官方通缉。目前伫首尔已经掠到这个中国游客咯，相当会罚1000万的韩元，才开始逮票24万。中国这个月初8要放令民众出国旅游，各国已经提出各种防疫做法，谨慎对待。想袂到一个40多岁中国游客，初三暗时飞往南韩仁川国际机场，落地时阵检测是阳性了后，伫坐防疫巴士去防疫旅馆等待大房，煞趁机会脱逃。南韩警方全力搜查了后，初5日首尔掠到这个游客。 또 이분은 이제 그 법률에 따라서 1년 이하의 징역 또는 1천만 원 이하의 벌금에 처하게 되고요. 그리고 강제 출국을 당하게 되고 일정 기간 동안 입국이 제한되는 어떤 처벌을 받게 됩니다. 南韩防疫部门去年底就开始加强中国游客入境的管制，为这个月初2开始，将中国入境的旅客独立出来，身躯都要搁挂黄色的牌啊，互人辨认，要求因落地时阵进行 PCR 检验，确诊者隔离7天。根据南韩疾病管理厅初5的统计，前一天为中国入境旅客的确诊率已经升高到31.5%。 네, 개인적으로는 좀 규제가 필요하다고 생각합니다. 오늘 아침에 뉴스 보니까 며칠 전에 뭐 중국에서 사람 들어왔는데 격리해야 된다고 했는데 도망갔다고 하더라고요. 아침에 봤는데 그거 보고 좀 심각성을 더 느낀 것 같아요. 中国游客的旅游热点，日本、南韩拢陆续推撒中国游客落地体检，要求确诊者爱隔离7天的新政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初4就宣布加强检验，为初8开始为快筛变强制 PCR。不过，原有其他国家，像讲泰国、柬埔寨拍开国门，无需要提资料，也是接受任何的检测，欢迎中国旅客到国内消费，促进因的观光。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 讲到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这边1年啊，这外国来佣兵也真做是乌克兰重要的军事机关。到目前为止，一直有外国兵团去到乌克兰，甚至伫外国的乌克兰人也登去故乡加入军队。另外，乌克兰军方也发现讲，这罗西亚的阿兵哥若准是战士，这身躯顶是无任何判断身份的资讯，因是伫咧怀疑讲，这是罗西亚挑工做的，一来唔免发抚恤金，二来会当假唔知减少实际伤亡的数字。 一直做训练拢无得当，乌克兰的外籍兵团随时拢准备要对抗俄军。总指挥纳兹是已经伫阿根廷带21档的乌克兰人。去年战争一开始，伊就含亲兄弟返来家乡做兵。2个月前，伊的兄弟已经不幸伫战场死亡。伊嘛讲，这场战争是拍甲足艰苦。 Toda la gente que vinieron de Afganistán, de Irak, de Colombia, de donde sea, jugar muy bien acá, porque si no te acostumbras a que se te caen cada rato las bombas, te vas a tu casa rápido porque no aguantas. 乌军伫去年后半年，互乌军大反攻了后，一直对乌克兰真侪城市是发动大规模的空袭。过去几天，搁伫咧顿内刺客乌军的控制区，甘两个所在的海马斯火箭系统和800外粒的火箭拢炸好歹，造成超过130个外国佣兵死亡。情势无啥好嘛，互外籍佣兵变甲真重要。São batalhas sangrentas. Muitos companheiros se machucam, mas tem uns que se recuperaram rápido, mas estamos persistindo, estamos vencendo. 伫俄军退离哈尔科夫地区了后，乌克兰的国防部开始做认尸体的作业，发现俄军想要来暗砍尸体的身份，俄军死亡者身躯顶的标记拢互移除。 Перше, це економічні причини. Російська Федерація перебуває у скрутному економічному становищі. Це по-перше, що унеможливлює їх виплати. Так. Потім вони не бажають, щоб тіла повернулися додому. 俄罗斯总统普廷初3才签发500万卢布，合代表大约215万的抚恤金，但是嘛传出有可能搁一摆大规模的征兵，因为顿内刺客的巴赫姆特战役一直无停，两国前线作战的预算是真紧绷。嘛俄军想要升级巴赫姆特战术，俄军嘛计划要对隔壁的卢甘斯克州俄军占领的史瓦托维和科尔米纳来攻击，嘛要防止俄军南下的攻势。公司新闻纽安编译。
伫咧越南有一个查甫囡仔进前落去35公尺深的阿摩托港内面，当地政府是用尽办法抢救，却拢无法度甲救出来。拜三也宣布，这囡仔已经死亡啊！目前会赶紧甲遗体挖出来，互家属安葬。为抢救困伫阿摩托港的查甫囡仔，调各种大型机具无眠无日进行作业，毋过时间慢慢过去，查甫囡仔生还的机会愈来愈少。越南东塔省副省长拜三宣布，抢救5天无效，查甫囡仔已經死亡。Thì chúng ta ưu tiên vừa song song cứu hộ và tìm cách để bảo tồn, để duy trì cho em bé, nhưng mà xét thấy rằng đến lúc này thì cái điều kiện duy trì sự sống cho em bé đã kết thúc và em bé cũng đã có cái bằng cớ đầy đủ rõ ràng đã tử vong. 这10岁查某囡仔是伫越南进前，甲3个朋友到这个起球的工地附近捡废铁，无细致玻璃块25公分、深35公尺的阿摩托港当中。起初救援人员也听到伊的求救声，伫抢救的时阵也一直换送出桶维持伊的喘气。毋过到第3天，掉落去的检测机显示伊已经无反应。官员表示，查某囡仔有真侪所在受伤，而且阿摩托港内底长时间送送无够，经过咨询医疗专家了后，才做出宣告死亡决定。毋过救援团体依然尽力将查甫囡仔遗体挖出来，互伊的亲人为伊办丧礼。伫这进前，有关当局出动数百军警甲工程专家，希望将阿摩托港背出来，然后这段救出囡仔，完成伫附近大致19公尺长的铁管，努力送动去乌除阿摩托港附近的土甲积水。拜三进前，越南总理也爱救援人员尽力抢救，毋过最后救援任务依然宣告失败。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辑。全世界大环境景气真歹，这科技业也受到影响。电商大公司亚马逊宣布要裁员18000人，这个数字也变作是过去一年所有大型科技公司裁员人数上界多1倍。景气歹，经济无好，美国企业陆续出现裁员。自面册母公司Meta甲推特宣布减少人力了后，亚马逊执行长安迪贾斯西哥伫公司网站也发表一份公开批，计划减少1.8万人的名单。伫10月了后，陆续公布主要影响的单位包含电子商务、甲 PXT 组织，因为过去快速招聘人力，加上经济环境的挑战，只好做出艰难的决定。在疫情的初期呢，是等于说有供不应求的现象，所以说其实在这个疫情期间，那这个相关的产业也大肆的这种招聘相关的人才那但是呢到了这个疫情的后期呢，可以发现就是说，在这个人力资源的这一块呢，其实出现供过于求了。虽然全球大环境无景气，毋过国内内需市场较无受影响。前年董事长林敏雄接受访问的时阵表示，行政规划全面普发6000，对刺激经济有一定的帮助。一定会啊，非常好啊。会不会担心民众把这个钱存起来？这应该有一小部分会存起来吧，内需应该会好吧。他则认为，伫美国一直升利息之下，对民间消费当做会减少，而且为联准会抗通膨的态度来看，2023基本上跟利息可能性无关。所以今年需求市场依然拢伫个价卖状态。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消费电子展 CES 初五伫咧拉斯维加斯举办，也因为罗西亚对乌克兰发动战争，所以这届电子展也禁止罗西亚厂商来参加。这届展览的内容亲像关宇宙相关技术，也因为虚拟实境一寡体验技术是愈来愈发展，已经有真侪商品化应用，甚至要愈来愈巧的人工智慧电动车。And let's go. Now wake up. Say hi to the big guy. Very good. You just have to speak to it, and the machine will understand what you want to do, and so it happens. 对声控7毫米到电动溜冰鞋。Here you have a motor inside the wheel. You have 20 miles per hour top speed. Forward you can accelerate, and backwards you can
brake. I just use the brakes to stop the skates safely, so you don't need to do hard movements. 也佫有专利电极测脑波检测早期失智病症，含后摆免佫用手电、用光照就会当来断定落来是毋是有成色。本届美国消费电子展，甲去年因为欧盟可能病毒来缩小规模，甲比起起来，这边的创新设计办配比逐英年佫较大版、佫较大胆。大会表示讲，今年有3200个参展商，超过预期，不是个俄罗斯的厂商，互人排除在外。Because of the Ukraine situation, we've advised them to shift to another country, and I believe a couple have done that. 各间厂商展出家己上新的研发科技，最近几年正做市场主要的议题元宇宙。伫本届会当看重利用虚拟实境的技术，带人来进入仿真的另外一个空间。相关的发展商机嘛更加明确。也若交通运输，亲像汽车配备作业系统，就亲像智慧型手机和笔记型电脑，需要心激系统、精神软体，办配会正做未来的趋势。即马来到后疫情时代。不过，疫情的研发甲远距离的产品同款嘛会是焦点，包含加强评估健康状况和医护远端联系。另外，环保永续经营嘛是6大主题之一。淘汰塑胶、使用生物降低材质，拢会当看到厂商的研发科技，嘛无来袂记哩致力来减少碳排。公司新闻黄温玲编译。在今年过年有休10天，高铁早起宣布，除了过年本地加班车，即马还会加开12班。另外，全台湾的饭店伫过年期间订房率拢超过5成，有一寡所在甚至来到8成。不过疫情过后，欠人是欠较真严重。饭店业者也讲，就算是加5000、加7000，依然是找无人，可能影响到过年期间的服务。详细检查整理变扫房间每一个所在，疫情了后，房间清洁工作爱更较详细，国家一直欠工，工作量愈来愈重。今年春节拄到解封了后，头一个长假，国内旅游需求量大。为路面了后，以订房率来看，台南是全台湾第一，苗栗订房率对伫后壁，将会初2、初3拢超过8成。东台湾观光热点花莲订房拢7成以上。因应春节旺季，业者除了持续请人补人力，也调度主管、行政人员拢爱徛上第一线。各部门也需要做这个机动性的支援你行政同仁早上没事，那请你到餐厅帮忙收盘子，收完盘子，请你上去拆床，请你上去收垃圾。主管、老板，大家都跳下去做。有业者坦白讲，因为人力真严，今年春节民众住旅馆可能等的时间会较久。有业者是讲已经准备礼宾方案，民众等待时阵有休困区，也是小点心通用。人力银行分析，这届欠工为去年10月就出现。上新统计显示，国内36.4%的公司出现人力真严的情形，其中9成5拢是餐饮、住宿加休闲旅馆业。仍然持续是找不到人，主要的分析原因还是因为，毕竟过去2-3年呢，这个饭店业、餐饮业受到疫情的冲击影响，很多人其实已经遭到裁员或失望的这个离开。原来这样的一个行业还没有这个在最近的重返那加上这个刚毕业的年轻人，其实对于这个饭店业这个高压还有高工时的一个工作环境是比较却步的。劳动部呼吁业主提高薪水，才找到人。根据人力银行招募资料，目前有业主对房务员开出比较早悬5000的薪水，接待员起薪原来比较早加7000，约卖4万块。不过旅馆业反映，即马是加薪嘛找无人，希望政府会当开放加真需要劳工的职缺，允准任用外国籍移工。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已经停2年的台北迪化街年会大街，伫1月初6要重新开放。这回有300多个店家参加，搁再配合兔年的围炉主题，希望吸引民众来拼胜利。大大的兔仔造型花灯，配合规排的鼓仔灯，民众手机体力翕袂停。台北大稻埕的迪化年会大街，元月初6就要开放，活动区域当咧大平仔，互人感受到年节的气氛。这是疫情解封了后的第一摆年会活动，为着防疫，参与的店头做好准备。用这个小包装这样现在大部分都是用这样，因为防疫期间这种比较安全、比较卫生我的物件拢用那个盖子盖着。它也不会去接触到空气所以我们防疫做得介好。除了食食以外，年会大街嘛设立各式牌仔甲电视广播，引导民众伫人济的时阵对边仔的巷仔疏开。迪化街商圈发展促进会表示，年会大街重新布置开放，预计来买年会设计的人会真济，成长了3到4倍了。
如果我们一直想把说那个元旦这种人潮，把它延续下来，我们的整个年货大街，之前北街没有装点，现在北街都有装点，整个从台北桥到我们南京西路，整个都有装点，都蛮漂亮。今年的年会大街以围炉做主题，各种食材料理已经传好势。在花街相关促进会邀请民众行村食好料。记者麦上郑俊佑台北报道。烟酒伫校园拢是违禁品，不过桃园市立的公启高中，所有老师出来投诉，讲学校咧甲这场地做好陪酒的生理人做仓库，老师甲学生认为生，安尼做是无妥当的。桃园市教育局表示，学校无依法申报新查，已经发公文纠正，要求随甲一寡酒搬走，毋若安尼生，该扣112年度的补助款。停车场内面酒是放满满，甚至阁有领队会当来放。这是桃园市私立公启高中有学校的老师投诉，学校对2019年开始就租场地，予酒商来放酒品。甲学校反映学校无插，去年6月甲桃园市的教育局投诉嘛无改善，因做一个教育工作者感觉真见笑。有些孩子如果你带违禁物品或者是抽烟或什么被记满上，那过是会被惩处或什么的，那孩子就会觉得，那为什么学校可以放酒？因为我们学校之前还有一个老师卖私烟的，我们校长也允许啊，所以就变成一个教育单位变成有烟有酒，真的很离谱啊。学校是一个学习的场所对吧？所以我觉得不该放那个烟酒类的东西。学校表示讲，即马囡仔是愈来愈少，为着要增加收入，甲无得用的空间租互业者来用，双方有签合法的契约。各个物件包括酒和饮料，未影响到学生的出入和上课。酒类品包含饮料都有哈，他们就是一个空间，它是要做冷藏，那刚好我们有闲置空间，也不影响到学生的进出或者是学生的学习空间哈，所以我们就做了租赁的工作，也都有合法的那个租赁契约哈。全国书学工会是批评讲，酒类是违禁品，本来就无应该出现伫学校。教育单位使用不动产的所得，依法嘛爱用伫公共性的用途。桃园市政府强调，学校无依照规定报准，已经函文纠正，会扣112年度的补助款。学校不动产的出租，并一定要经过主管机关的核准时可办理。学校未依照规定办理，教育局将于明年的112年有关于私立学校的奖补助部分扣减补助款。教育局表示讲，学校租予厂商来囤酒，无符合私立学校关注办学的目的。或者书校法要求学校随甲酒品搬走，卖派人来监督管理。记者综合报道。去年10月，这台中有一个业务员叫互抬死，台中地检署昨侦查终结，表示这个案件有下国民法官法的相关规定，所以早起移审台中地方法院，正做头一件交予国民法官审理的案件。国民法官今年正式实施台中地检署测试前假释员的业务员杀人案，因为符合故意犯罪因案的发生死亡结果，采过移审台中地方法院，正做全台湾头一件国民法官审理案件。今天上午10点，台中地检署有向本院起诉一件国民法官法适用之案件，检察官所起诉的案由是刑法杀人罪，刑法第271条第1项之罪，所以依法应该由国民法官法庭来审理。22岁姓的男性甲姓氏的男性拢是台中一间直销商的业务，两个人因为工课抢业绩起冲突。姓的男性去年10月20日暗时去到姓氏的男性住的所在理论，双方吵袂平，一个用着牙刀扑对方几60刀，落尾对方是送病院救无回来。台中地方法院表示，按照国民法官法，除了少年刑事案甲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案件之外，经过检察官提起公诉，并且由地方法院管辖的第1审案件。只要符合所犯刑轻本刑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故意犯罪因安尼发生死亡结果的案件，就符合国民参与审判。国民法官爱满23岁，而且伫地方法院辖区连续待4个月以上，有受过国民义务教育的本国国民。国民法官是要由合议庭的法官，再依照国民法官的程序，他会先进行准备程序，其后再进行所谓的国民法官选任程序。那依照选任程序，再选出6位国民法官以及1到4位的备位国民法官来进行审理。根据司法院2014年到2018年案件类型统计，当年大约有600件案件适用国民法官法。
台中地方法院用电脑分案，由刑事庭的庭长担任受命的法官，另外2个庭员是陪审的法官。也那6位国民法官会透过选人听书来选出来，伊个爱1个月到2个月作业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杨梅今早起发生规模3.2的地震，包括桃园、中立、新屋拢2级。气象局地震预报中心表示，这个地震是因为2块板块相克，这力量向西边传过去，才发生地震。加上这地震深度只有5公里，民众才会感觉到。这古早起8点外，桃园杨梅地区雄雄轰一声，互民众惊甲唔敢震动，就是有爆炸。很大的东西，就炸弹一样砸下来，轰一下就停了啊！啊，我们也感觉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啊。就吓到整个心都停掉了，他好像是还以为是房子会垮下去。民众出来监视器画面镜头海袂线，好佳在无物件落落来，真侪人收到离场信息，才发现原来是地震，连震央的民众是真着惊。类似那种核子爆炸或是什么的，很恐怖。中央气象局指出，桃园杨梅这地震深度真浅，就5公里，规模3.2。桃园中立新屋顶地拢测到上大震度2级，新竹县市上大震度1级。受到2个板块互相挤压的影响，让力量向西边传递传递到这边的时候，那这边有一些比较浅部的一些构造或者比较脆弱的地质条件的地方，那刚好在这个地方就。力量就刚好冲破它的限制，就产生了一些地震。地震预报中心表示，桃园杨梅地区因为伫板块小溪边界，过去真少发生地震，不过伫震央周围附近15公里，上早伫43年前捌发生过地震。2000年有3件地震，其中2件伫同一天，不过规模拢无超过5。这10年来，分别伫2015甲去年1月30，各发生1件地震。30年来地震大概我看不会超过10次，这几天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地震。这次地震规模就3.2，太小了。专家表示，最近各发生地震记录无悬，这地震也无传出任何灾情。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盐埕区一个公立的立体停车场，进前迄厝尾顶的外墙，去互人乱画。管理单位是真无奈，先用油漆搁再擦过，也决定要提告。警方有找到3个查甫涉嫌的查甫人，也以毁损罪要来甲办理。要真侪店家门口去互乱画，就店家一年去互喷砂改擦，找无凶手要来讨赔偿。初3半暝1点外，3个查甫人毋困走去高雄盐埕区这位公立立体体育场的楼尾顶乱捽，一边写3个字母超过5公尺，另外一边好亲像写英文字长度挖近39公尺，拢总为超过54平方公尺。这一定是会去跟他做后续的求偿了。如果说警方那边有抓到人的话，后续将陆续通知到案说明。依刑法毁损罪函送侦办。停车场管理单位先用白擦擦过，相关费用要甲这3个查甫人讨赔。不过伫街路乌白话，伫新曲港嘛袂少，袂少单要租的店门口拢互人乌白捽，就连新曲港入口以上的条啊，原来互人喷擦。有受害店主1年互喷3届，因为找无乱画人，所以无人通赔。伊用黄个查某10月11月，1月12月底。请求恢复原状的民事赔偿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要提告刑事毁损罪的话，它是有一定的艺术价值的，这时候毁损罪才会成立。是一般普通的墙面或铁门的话，原则上是不会成立的。律师提醒，店面也是主体，互人乌白捽，伫法律会当透过民事也是刑事诉讼争取权益。不过前提是爱找到乱画人，安尼无敢来当家己认衰，家己开钱复原。记者综合报道。3月要举办 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本地要伫咧新德市立棒球场进行热身赛，却因为新德公务处发现讲，这球场的排水有问题，搁伫涂骹挖着砖啊、废土电线，计共有152个欠点。新德市长高虹安今日召开记者会，宣布今年袂举办热身赛。这水都没有甲棒球场内草埔乌开，内底有超过3公分的石头啊！不是，你看我就说，所以我刚刚就说是不是怪怪的？另外一边甚至搁挖着废弃的电线。新德市长高虹安宣布，目前新德棒球场有积水、土瓦、搁有废弃物等等的状况，
短时间内恐惊无法度改善，所以决定要放弃申办 WBC 比赛。让场务专家来协助，确保这一次的修改的计划是真的能够让这个球场是可以用的，甚至可以打比赛的。我们确实都坦诚是需要一些时间来做整个全盘的规划，我们并没有办法现在去承诺。但是国际赛事在这个3月的热身赛是确定无法举办的。因为土马内底挖到庄仔角、电线等等的废弃物。高安讲会收集相关证据，送检调单位进行调查。有非常重大的偷工减料的这个罪嫌，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来做移送。那至于说刚刚有提到的是新竹市政府之前的这一些承办的这些我们讲说官员也好，这个部分的话，目前是检调已经立案在调查，那也确实跟我们新竹市政府有开始调阅资料。旧的市府团队已经在去年甲新竹棒球场交予乌天手上，即马出现重大的缺失，无法度营运，嘛无收入，市府刷来恐惊得处理违约的证据。厂商第一时间过程中敢有偷工减料，甚至黑白拼废弃物的问题，嘛需要搁再厘清。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花莲野鸟协会伫去年底接到通报，讲有一只真罕见的东方白鹳，规身躯软高高趴伫水池仔边。经过团队抢救和照顾，最近已经甲伊关地野放啊。拍开笼仔120公分悬的东方白鹳慢慢行出笼仔，成功飞起来恢复自由，互救援单位至今真欢喜。因为这只乌白色的蛇鸟是互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全世界只剩6300只。医生的判断是可能是失温，因为看起来不像说肉毒杆菌然后是禽流感菌的现象。然后经过第3天吃，OK 的话也放，结果放出去不错，它马上就飞走了这样子。另外，吉安乡赤尻川溪出海口，有媒体报道，全球只剩500只夏威夷来渡鸭，飞超过8000公里伫花莲出现，也唔惊人伫河边耍水，牵不少人来翕。刚到火车刚到啊。这种鸟类是不是在台湾是没有过去没有过？没有的，因为它是夏威夷的鸟，它不会迁徙的。啊，不过附近的民俗是发文澄清，这只鸭是因饲的绿头鸭最近走出去，搁一摆出现，竟然真做新闻主角。昨天晚上就看到，就是有新闻说，发现了那个稀有的品种，这样就发现那不是就我们家的鸭子吗？这样子，因为它就是长得很特别啊，它的眼睛两边都有白白的一圈这样。野鸟协会是认为，来渡鸭体型较细，这只鸭虽然有白色的目壳，但过体型较大，应该是一般母的绿头鸭。民俗业者提供相片比对，呼吁唔通改惊到，也希望伊赶紧回去。记者综合报道。国立中正大学有设计一种老人的运动游戏，这时代伫咧校园内面用手机扫 QR code， 行路去找后一个点，行路的时间、行几步等等的资料，拢会自动传到线顶记录运算。逐个月结果有奖励，要来鼓励这时代行出户外振动，也会当了解家己的体能状况。用手机顶顶的数位识别扫 QR code， 根据指示行去校园内后一个地点。运动的时间、行几步等等相关的资料，拢会传去网络顶面做记录。国立中正大学配合国民健康署的计划，结合科技甲运动，要来向家机关推广。扫一下 QR code， 然后呢，我就已经这个资讯，我们全部云端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它这个科技的这个部分，直接帮我们计算它的步数啦，目前它的名次，那我们每个月还会颁奖。家机关政府表示，目前县内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是17.26%，2060年暗算会到71%。为着推广老大人运动的风气，计划第一站设立面向的中正大学，配合学校的专业知识，提升时代运动的效率。透过这样的一个结合以后，也可以去了解个人你的运动量，那还有你自己本身的体适能如何。那透过我们专业老师来做个别化的一个运动设计。我们希望运动了之后呢，身心健康之后，能够呢更多的贡献，能够老有所用然后能够带动呢我们区域的繁荣。中正大学指出，目前这个示范场域伫中正大学内底，暗算配合产业、政府甲学校的资源，推广到家己县18乡镇，希望增加时代出门运动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日本东京丰州市场新年开市，举行头一场拍卖。这拍卖上届关价是一杯来自这清心馆200
12公斤的乌昂床，这批乌昂床是以1票3604万，大概是大票800多万，互人买去，这个价值也是去年的2倍以上。拍卖场内底手摇铃声一直打，因看出新年头一天的市场戏霸竞标人气正旺。东京丰州市场早起照惯例举办新年头一届的竞标，今年上重的乌昂床有212公斤，是亲身搭建工的渔民主内正红掠到的。现场的拍卖嘛真竞争。昨年は急激な円安や生活必需品の値上げ、海外情勢の変化など多数の変化がございました。コロナウイルスの感染拡大など、我々水産業界を取り巻く環境は引き続き厳しい状況が続くと思われますが。现场因看到真侪竞标业者揸着手电啊甲工具伫观察肉质的品质，最后即尾上重的乌昂床，互东京米其林餐厅、银座小野市熟食甲水产批发业者三行共同合作，用3604万入票，差不多大票849万标着，这嘛是双方合作连续第3档买着。这个介绍甲2022年相关的介绍1688万入票相比，嘛翻倍成长。去年的往床甲今年相比只有轻1公斤，也不过今年的介绍翻倍，嘛迄是市场的需求增加。嘛好掠到即尾往床的渔民表示，这是伊掠过上好的鱼。伫过去相关的竞标介绍是伫2019年年初，连锁素食餐厅素食山脉用3亿3360万入票标着207公斤、400公克重的乌昂床。国际新闻台是董炳玉。1968年的电影《孙正记》浪漫的情怀，互电影迷记甲真清楚。想袂到这时间已经过去半世纪啊！在电影内面扮罗密欧加朱丽叶的男女主角，却是指控迄当时因是强骗，才会翕一寡赤身裸体镜头，而且因迄当时也未满18岁，因也要向这电影公司还有导演讨赔偿，要求赔偿比金5亿。See how she leans her cheek upon her hand. Oh, that I were a glove upon that hand, that I might touch that cheek. 罗密欧甲朱丽叶经典爱情故事，大家拢真爱看。这部1968年推出的《孙正记》，将莎士比亚名剧搬起大荧幕，由李安娜·韦丁甲奥利维·荷西主演。迄时阵只有15岁，奥利维清纯优雅气质，也着上水朱丽叶丰富。影片伫英国盛大首演的时阵，女王伊丽莎白2世甲真侪皇室贵族共同出席。Accompanying Her Majesty the Queen, Prince Philip and Prince Charles. 暗过半世纪了后，这个电影当中的男女主角率向派拉蒙电影公司，甲已经过世导演法兰克·齐费尼提告，指控因对未成年性发射、性骚扰甲诈欺。两人伫诉状当中指出，导演迄时阵本来讲应穿配合色内衫来拍戏，迄一天煞叫因无穿衫来演出，佮保证镜头袂出现。当时佮警告，若无配合，就会伤害因的演技前途。因无法度选择，只好顺从。两人认为片中所看到无穿衫的部分是因伫不知情的情形之下所翕的，违反美国甲加州对儿童性发射的法律规定，而且近前年来对因造成精神损害甲情绪困扰，所以提告求偿5亿美金，核新台币153亿。被告的派拉蒙公司到即马无做出回应。公司新闻将回应朋友。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15度到19度，苗栗到云林对16度到22度，嘉义到屏东对16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6度到2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1度到19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